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Sky，仲有我係物品事務所嘅解劍啊！好，今日我哋又嚟拍呢個 UA 對戰，咁我用嘅就係無面之係 SA 啦。咁我係呢個神來杯裏邊嘅神來杯。好，咁第一鋪就我先攻啦，咁就起手先。我起手嘅，又要消音啦。各位觀眾睇下，各位觀眾要懂啦，我相信你。麻煩陀螺勇士唔好喺出面爆粗。咁當然啦，想消音，咁就由我先攻，入個 AP 假力到你。其實大家見到其實我小塔 AP 射手抽一等一，嗰一大份上張一俾我都可以爆晒。下禮得做啦。趁幾何說聽見了我們 AP 抽，兩張場地上手。呢副嘢只需要偷血，但係偷唔到，真偷唔到，推多一張，預知害怕偷血。一 AP，哦，呢個，好一 AP，final，一 AP，雙子玩家，跟住嗰班吞咗佢，抽一。跟住可以在手棄牌區或者手牌度打一張3以下再登場，冇得發登場。一 AP，多一張帕拉德，過推。大家見到我呢邊嘅 BPM 唔夠佢抽，佢一定擋實。所以呢個選擇就最好唔好打，反正都知佢擋晒你打。我知我剛才抽了卡，未抽。打咗出。都這個效果，我可以揀場上面嘅一張飛船，本回合你3000以下你就一定做啦。Special，你呢張，然後效果我可以睇第一種，放底面，呢張加錢同呢張
然後佢可以將手牌一張滿足能力需求嘅一啲等場。然後佢嘅另一個效果係第一張可以吉直場上面嘅一張卡，哇3滴，然後加千，即係哇4滴，經常時有4張神路嘅情況下，我可以揀灌一雙或者 damn 超。Damn Q， 然後佢 J 六同埋 special 又玩完，分呢一張加千，然後長利再加千，6000 Damn Q， 係啊，無敵同抽一，再一份 Damn Q， 抽一先，加手同翻，再一個。冇嘢，有得慘啊！可以推一，跟住呢度下一張普通嘅先，第2度下一張雙子，加應該都仲係抽一嘅場外加一張大翻嚟。休息前線效果加千，瞓低加千。然後我效果，因為你而家場上面係剩翻一滴血嘅話，我3滴血以下，我可以再發多次登場，所以而家呢一張係灌一 Damn Two， 呢一張都係灌一 Damn。呢張應該係灌一啫，灌一啫。咁就冇計。好，咁就先後攻交換。又先。其實睇得出 Sky 有少少卡。係。我覺得正常嚟講應該又唔至於到，因為其實我哋玩家就算再差都好，其實佢識玩都贏。其實冇話，其實我呢一副都卡已經卡。就重新起手。好神奇！各位還可以。大師們要調到嗎？覺得這必須要調。我什麼也做得到。呢槍就係可以喐嘅，唔使話佢調到2。咁就又星其實對手冇事，因為
手情況咁樣。我睇而家睇下場 Sky 嘅數字。睇頂而家嘅能源 OK 嘅，而家我嘅能源數係 OK 嘅。喂，而家5好似冇洗過牌。登場嗰我可以掹咗佢。我都要掹，係咪？係，跟住，然後觸發係唔會觸發呢個狀態掹出嚟。呢張掹出嚟又唔錯，俾大家睇下。我可以加快一下我嘅節奏。登場效果可以揀場上面嘅一張飛雪一張加錢，然後佢本回合如果有戰鬥成功嘅話，我就可以抽一。但不過其實呢個效果其實應該係對唔有怪招嘅，因為戰鬥勝利係指打死咗對面隻怪先。順開，順開。好，我加3先。好，到我抽。哇，各位，呢張冇得飛上，推一張就 AP 雙子換家效果，將呢張攝到佢嘅下面，抽一場外揀一張跳翻嚟，而發動登場時效果。第二度下到一張車車，有啦，上手，上手兩張，好，過香。用我試下。你 level 99嗰個效果係永久嘅定還是永久？永久消效。可以打2張。加錢，然後呢張係我開始喺場上面嘅一張飛雪，由你3000以下一定要做到一拳sorry 開埋個場加錢3000以下一定要做到。但係我張解，其實我做唔到嘢。好，咁就到我抽一。就直接2個 AP。落呢個 Bang Bang Simulation 效果就係睇頂3，跟住可以假張上手，
其實捉上嚟嘅有啲妙啊！揀一張上手，一張攝入年青朋友亦都知道嘅下面，一張就擺翻牌庫面同牌庫底，咁就擺面入 A P， 開快路，大家可以見到我哋嘅 A P， 就呢全家效果係將嗰張攝入 A P。3500以下嘅上翻手，呢一張登場效果係咩啊？冇咗㗎啦，登場。你話呢張？呢張係效果係你4滴血嘅時候，我打你，我可以抽一。如果你係3滴血以下嘅話，我就可以再進食，再企翻喺身度。咁啊，其實就冇咩好大。呢一張彈翻上手，係彈翻上手，呢個抽一個 AP， 4手抽一對啦。OK， 冇得嘅牌啦，主起動，休息，將個線亦都知道下面。一 AP， 拍一張魔，佢第一個效果就可以揀一張特徵係 Doctor 嘅，將自己嘅牌庫第一張擺喺佢嘅下面，跟住並且佢 BP 加千，咁我就選擇呢一張，擺落去下面。最後一道。特集，但係因為佢特集完唔係1，所以佢冇得加多一張，所以我就要拍呢張去特登攝多一張，等佢冇得加其實係佔優勢，因為佢而家係5000打第一，加5000打第二。
你係3血以後，我可以再企翻起身嘅啫。擋一，企翻起身，再打拳。咁就食一，抽一，切一拳，咁就呢度5000左擋，急直，再打拳。再5000左擋。其實已經好冇話已經，因為大隻出嚟嘅拎唔到好，咁就到回合抽一5拳。 ，AP 抽一。哇！各位，佢咁樣係叫我點做？有啲惡喎。佢叫你結束呢個人。冇錯，因為咖喱叫佢知唔知啱啱發生咩事？回合抽冇到呢張，跟住啱啱 extra 係抽到 final，跟住你估下嗰陣時我有一張嘢係咩？ special 啊，冇錯，咁就真就即係 special，呢個就最後再拍個假人嘅前排，可以5000打第一拳，5000第二拳，咁就保險2000打。除非我翻，第二日翻到我冇，除非我連晒，我又有保拳。加翻先。好，咁今日我哋嘅對戰結果就係我同咖喱劍係各一成，跟住我哋睇埋我呢邊血量區仲有咩？抽一拖連同埋呢個，其實街都係冇快，但係佢做呢一次係做得快，所以咁今次條片就拍住咁多先啦。如果中意呢條片記得 like，千祈唔好唔記得訂閱我個 channel 同埋佢哋